大宽会今日公布国民党针对人权的政见，那内容讲会拍拼来救伫中国失踪的台湾人。不过大宽会认为国民党甲民众党对中国人权的问题受过乐观，嘛批评那两党针对集会游行法的修法，都唔敢做出任何保证。共识，落实人权就是社会共识。大社发口号要求国民党重视人权议题。台湾人权促进会2月公布各党对大选人权8问的回复甲解释分析，以有提名参选总统的那绿白3党为例，救援伫中国风失踪的台湾人民。大宽会公布3党回应，民进党直接答应，国民党也答应研究。不过，甲民众党同款，对中国人权问题判断恐惊伤过乐观。国民党跟民众党呢？在回应这一题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对于中国过度乐观的一个判断。反观民进党有看到这个中国集权扩张对于台湾跟对于中国的人权风险的这个增加。那伫集邮法议题，大宽会公布，那绿两党现阶段以社会共识甲社会安全作为暂时无修法的理由。不过民众党有正面承诺，那人权团体爱协助选民厘清政党听人权的程度，青年选民也有话要讲，诉求3位总统候选人爱关注高教改革、甲学生权益、劳动权益、性别平等、甲优先参基础正义。我们期盼可以追求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学生自治环境，重新设计校园民主的治理框架，并开启高教改革的讨论。现有的社宅数量确实是跟不上庞大的租屋市场需求，而它的价格也不见得是可负担的。与会代表表示，即马青年面临加薪甲唔知影劳保敢是会破产的压力，呼吁爱赶紧订定劳动派遣保护法，也爱落实劳检，当作保护劳工其中的一道防线。青年代表也讲起MeToo甲外流社团事件，有缘接团出，显示性别平权也有真长的一段路要行，呼吁各族总统候选人唔通疏忽。记者综合报道。